Hello，大家好，我係 P100嘅 Miranda，歡迎大家收睇 P100嘅醫學專訪。我今日咧好榮幸咧邀請到咧腦神經外科專科咧周淑允醫生咧接受我嘅訪問，去為大家咧深入講解下咧三大嘅腦科問題，包括腦瘤、中風同埋咧腦下垂體嘅症狀。大家都知道啦，腦部咧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結構，所以咧大家咧一有少少唔舒服咧都會好擔心嘅喎。咁咧所以希望啦透過今日嘅訪問啦，大家咧可以咧掌握咧更多咧腦部資訊。如果出現一啲譬如持續頭痛啊，或者係覺得腦下垂體咧有內分泌有唔舒服嘅時候咧，都可以咧了解一下。周醫生啊，我都聽過咧朋友咧媽媽咧曾經小中風喎，咁我都想了解下咧，其實小中風同大中風咧究竟有咩分別咧？哦，好啊。咁其實咧，好多人都有講呢個咩小中風咁樣樣嘅。咁通常小中風咧，可能都會真係有入過醫院啊咁。咁其實小中風咧，嗰個病徵上面咧，可能同大中風冇乜太大分別，都係講緊談笑用兵嗰啲啦。咁咩叫談笑用兵咧？就係講緊可能你講嘢突然之間攣你啊，笑嘅時候咧，發現一邊面咧係冧咗落嚟咁樣樣。咁當你要用你啲手手腳腳嘅時候咧，其實發現一邊係喐得唔靈活嘅，咁樣或甚至係直情喐唔到嘅。咁呢啲都係中風嘅情況，咁啊需要即刻打999去求救咁樣樣。咁但係小中風同大中風個主要個分別嚟講咧，因為小中風係一個短暫性嘅缺血性嘅一個中風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大概15分鐘至1個鐘頭之內咧，通常咧都會已經完全差唔多完全冇晒㗎啦啲病徵。咁而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個短時間嘅塞咗一塞咁樣，咁所以變咗咧佢未必會有好永久性嘅一啲損害嘅對個腦嚟講。咁但係問題係小中風咧，我哋比較擔心咧，點解咧？就係因為有小中風咧，其實你之後有大中風嘅機會咧係會倍增嘅。咁所以咧係必定需要知道呢個小中風嘅時候，就要做一啲檢查，去睇下自己啲血管其實健唔健康啦，或者有冇啲乜嘢嘢我哋可以做咗去預防你一個大嘅中風。咁如果真係咧不幸咧出現頭先講到嘅病徵啦，或者懷疑自己真係有啲中風喎，咁咧有乜嘢診斷要做啦，同埋咧有咩治療嘅方案啊？係啦，好，咁其實如果真係中風嘅病徵嘅話咧，其實如果好簡單嚟講咧，咁先可以 check 下自己有冇三高先啊。咁呢啲抽血已經可以知道噶啦，或者度血壓已經知道噶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好簡單嘅檢查可以臨床做嘅咧，就係做一個超聲波嘅頸動脈嘅超聲波咁樣。頸動脈嘅超聲波已經可以大概已經俾我哋知道咧，到底你嘅頸動脈有冇收窄咗嘅情況啦咁樣。咁亦都之後亦都可以做翻一個磁力共振嘅檢查啦。其實磁力共振咧，我哋係會包埋個頭同埋頸嘅，一般嚟講，咁亦都係包埋一個血管圖嘅。咁先睇個磁力共振咧，睇個腦咧嗰方面咧，睇下會唔會已經有一啲輕微中風，或者可能你今次嘅輕微中風已經造成咗一啲好輕微嘅損害咁樣。咁另外咧，啲血管圖咧，個磁力共振嘅血管圖咧，亦都可以俾我哋睇得好清楚，到底有冇一啲地方係收窄得特別犀利嘅咁樣，而從而咧，我哋就會見得到到底有冇嘢我哋可以做啦。譬如係真係擺一個支架喺頸動脈嘅位置嗰度咧，將你窄咗嘅地方撐翻開佢，然後就可以盡量減低你下一次大中風嘅一個風險啦。咁咧我都想了解下咧，中風咧又會唔會同生活習慣有關咧？譬如三高啦，大家成日都話，或者同生活習慣有冇關係咧？絕對有好大好大嘅關係啦。咁其實三高啦，係人都知嘅啦，譬如高血壓啊、膽固醇啊同埋糖尿呢啲，絕對係有機會形成中風嘅原因啦。但就係譬如年紀啦，不過年紀唔係你可以改變嘅嘢嚟嘅，咁你唯一可以改變嘅就係另外一啲生活習慣啦。咁生活習慣嚟講，譬如食煙飲酒啊，咁嗰啲都一定係會有高咗個風險啦，咁樣樣。咁亦都所以亦都有年輕化嘅趨勢，因為其實大家食嘢嗰個 diet 都已經係即係唔同咗，咁樣係比較多啲脂肪啊咁樣嘅。咁另外亦都有其他一啲嘅風險成因嘅，譬如可能你本身有啲心血管嘅疾病咁樣，譬如係有一啲叫做心室顫動嘅一啲心律不正嘅一啲情況，容易有一啲血塊形成嘅，咁亦都會容易可能嗰啲血塊會彈咗上個腦嗰度，形成咗有一個中風嘅情況。咁另外咧，譬如可能你本身一啲血管咧，譬如唔係好健康啦，譬如一啲頸動脈嘅收窄啊咁樣樣咧，都可能會有啲因為嗰個粥樣硬化嘅情況啦，係令到佢有一啲血塊仔或者一啲污糟嘢啦，我哋叫做咁就彈咗上個腦度，令到佢有機會會有中風嘅情況出現咯。咁頭先都提到啦，可能生活習慣啊都好息息相關啦。咁有冇咩預防嘅方法咧？咁其實所以預防嘅方法咧，首先咧就係你嘅生活作息啦，咁樣要調整翻啦。咁可能食嘢飲食嗰方面咧，可能要有啲節制啦。咁亦都病向淺中醫啦，好多人都要做翻一啲檢查去睇下自己有冇三高，而有三高嘅時候要盡量控制翻佢啦，咁樣樣。咁另外一啲預防嘅嘢咧，即係除咗你話生活習慣上面嘅嘢咧，醫生都可以幫到你嘅嘢，就係
譬如如果你真係有一啲心臟或者心律不正嘅情況，可能都要睇心臟科醫生啦，或者甚至係可能已經要食定一啲薄血藥咧去預防中風。咁另外一啲嘢咧就係我哋腦外科醫生可以幫到手嘅咧，就係譬如如果我哋真係做一啲檢查啦。咁如果見到譬如頸動脈已經有收窄嘅情況咧，可能係需要做一啲預防性嘅一啲手術，譬如擺個支架喺度，將佢個收窄嘅情況去減輕，咁去預防你下一次嘅中風咁樣樣咯。咁如果咧頭先咧診斷嘅過程裏面啦，最後咧不幸都真係確診中風喎，咁有咩治療嘅方案可以做啊？係。咁樣，如果你話今次唔係小中風啦，變咗真係一個大中風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可以做嘅嘢咧，當然有咁樣，但係咧就係比較 limited 嘅，即係有限制性嘅。譬如如果真係有一個大中風嘅情況啦，咁呢啲通常都係一個緊急嘅情況嚟嘅，都係突然之間發生嘅。咁嚟得到醫院嘅話，如果你喺呢個黃金嘅小時入邊，以前就黃金3小時嘅，而家其實可以去到6個鐘頭咁多啦。因為而家有一個新嘅技術啦，就係叫做一個導管嘅取傳術。咁其實導管取傳術係咩嚟嘅？其實就真係好似腦嘅通波仔咁樣。咁如果你係真係可以喺呢個時間之內嚟得到嘅話咧，咁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有機會可以擺到條喉底上去，你塞咗個地方，然後將你嗰個淤血或者係一啲血塊吸翻佢出嚟，希望咧可以通翻你嘅血管，俾個腦嗰度有多啲養分咯。咁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可以做到嘅一樣嘢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唔得啦，已經過咗呢個時間啦，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咁萬一如果嗰個情況係個腦壓好高嘅話，有生命危險嘅話，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個開腦嘅手術去幫你減壓嘅。咁當然，如果真係去到咁樣嘅地步嘅時候，其實個腦已經係壞死咗啦，已經係一啲永久性嘅一個情況啦。咁即係我哋做到嘅嘢咧，都係一個控制翻，令到佢唔會係最差嘅情況咁解嘅啫。而壞死咗嘅腦部嘅組織咧，其實唔會因為我哋嘅手術而好翻嘅，除非真係通到波仔，或者除非最好嘅嘢就係你預防到呢個大中風啦。咁其實中風都有缺血性同埋出血性嘅中風嘅。咁如果你話缺血性嘅中風咧，就係頭先講嘅通波仔啊咁樣樣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出血性嘅中風咧，咁就冇得通波仔㗎啦，因為佢已經出咗血㗎啦咁樣。咁你出咗血嚟講咧，其實咧就會造成一個腦壓會上升嘅一個情況，因為其實你諗下個頭骨係得咁大嘅啫，個腦都係得咁多嘅啫。咁如果你話出咗血嘅話，其實有陣時可能好少嘅10零20秒咁樣，可能佢都唔會有好大嘅壓力嘅分別。咁但係有啲係好大型嘅一個出血性嘅中風，可能甚至成60至100秒甚至多啲嘅話咧，咁個盒得咁多嘅時候咧，咁其實個腦壓就會上升得好快好快。咁呢樣嘢咧，其實會有生命嘅危險啊！咁所以我哋腦外科醫生咧就可以做嘅嘢咧，就係開腦幫你攞走呢啲淤血佢咁樣樣，咁然後仲可以喺入邊睇睇入邊仲有冇出血嘅情況。如果真係有嘅話咧，可以做埋一啲止血嘅工作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大部分都已經止咗血，只不過係好大嚿淤血喺度咧壓住咗個腦咁解嘅啫。但係亦都係咧，因為已經壓住咗啦，已造成一損害啦。咁我哋嘅手術主要嚟講咧，都係控制翻，令到佢唔會再有嚴重啲嘅一啲損害，或者係一個救命嘅手術嚟嘅咁樣樣咯。今日咧多謝晒周醫生啦，同我哋深入講解咗咧好多關於咧腦科嘅問題，包括咧就係腦瘤啦、中風啦，同埋腦下垂體嘅病徵啦，仲有咧治療方案。我自己咧都真係學到好多重要嘅資訊啦，所以大家記住喎，預防勝於治療啊！如果咧有出現頭先提到咧以上嘅病徵啦，一定要咧盡早咧去揾醫生，因為及早嘅診斷咧同埋治療咧都可以大大改善問題㗎。如果大家咧中意呢條片嘅話咧，歡迎大家 like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如果大家有問題咧，都可以咧喺以下留言喎。要掌握更多健康嘅資訊咧，記得要 follow 我哋嘅頻道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多謝。